更大消息，继续来看台北市长郭文摕到花市录影，讲到总统大选。郭文摕讲，韩国瑜若当选总统，就要食安眠药才困会去；若是蔡英文连任，就要食镇定剂。安尼讲是毋是表示讲对蔡总统较放心呢？郭文摕是来考试讲，其实镇定剂甲安眠药差不多。昨天有睡好吗？每天回家就昏倒了。 台北市长郭文摕看起来精神袂歹，有记者咧问讲，要困之前，敢都要搁食爱困药啊？原来是因为这段访问。韩市长当总统，他要吃那个史蒂芬诺嘛，对不对？史蒂诺斯。那史蒂诺斯，那这个状况10ml才够，6.25还不够。对，那显然蔡总统在当，你好像还不必吃到这个。你现在还没有吃啊？那个只要吃镇定剂就。镇定剂好。参加花市节目，永安好话讲接受3位女主持人的访问，郭文摕讲到2020总统的大选可能的结果，甲听的敢是对总统蔡英文连任较放心。安眠药跟镇定剂也差不多了。 不过韩国瑜电影咧请郭文摕讲做名嘴甲党主席无啥共款，郭文摕若真正会烦恼，欢迎做回来选总统。没有啦，我觉得还是尽量维持跟市民的承诺了，不要中途绕跑去选了嘛。嘛是无选总统的意思，活动现场已经会使看到民众党的立委参选人做伙咧走行程，至少郭主席要进入国会目标真明确。